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人類觀察課。今日我哋嚟探討一宗國際政壇嘅熱門話題，講嘅係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同佢太太布麗基特馬克龍嘅關係故事，以及圍繞佢哋嘅種種傳聞同爭議。呢對夫妻喺公眾眼中一直係一個充滿戲劇性嘅組合，佢哋嘅相遇同結合打破咗好多傳統嘅框架，但同時亦引發咗唔少社會討論同誤解。我哋會從事實出發，分析背景，探討心理層面，並且提及類似事件，讓大家對呢一類現象有更深入嘅理解。首先講返馬克龍夫婦嘅相識過程。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出生喺1977年，喺法國北部城市阿米恩斯長大。佢喺1993年就讀一間天主教學校嘅時候，遇到咗當時39歲嘅布麗基特奧茲耶爾。佢係學校嘅文學同戲劇老師。布麗基特當時已經結婚，有3個仔女，其中一個仔女仲係馬克龍嘅同班同學。佢哋最初係透過戲劇工作坊接觸。馬克龍當時只有15歲，佢對布麗基特嘅教學風格同個人魅力深深吸引。據馬克龍自己後嚟回憶，佢哋一齊改編咗一出戲劇作品。呢一個過程讓佢哋逐漸產生感情。雖然年齡差距接近25年，但係馬克龍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強烈嘅決心。佢曾經對布麗基特講過，無論如何我會娶你。呢句話聽落嚟好浪漫，但喺當時嘅社會環境下，呢一種師生關係引起咗好大爭議。馬克龍嘅父母發現呢件事之後，好擔心佢嘅未來，於是將佢送去巴黎一間知名高中繼續學業，希望拉開佢哋嘅距離。但係馬克龍冇放棄，佢哋繼續保持聯繫，透過書信同電話維持感情。布麗基特喺呢一段時間亦都經歷咗內心掙扎。佢原本嘅婚姻喺2006年結束，之後喺2007年同馬克龍正式結婚。當時馬克龍29歲，布麗基特54歲。呢一段關係喺法國社會引起咗唔少關注，有人讚揚佢哋嘅真愛超越年齡，有人批評呢係不倫之戀，甚至質疑布麗基特嘅動機。但係馬克龍一直公開捍衛佢哋嘅關係，喺佢嘅自傳中形容呢係一段隱秘但堅定嘅愛情。喺馬克龍參選總統嘅2017年，呢一段關係成為咗媒體焦點，佢哋嘅年齡差距被放大。有人將佢比喻為逆轉版嘅特朗普同梅拉尼亞，但馬克龍夫婦冇避開呢個話題，反而用佢嚟展現佢哋嘅堅韌。布麗基特喺選戰中積極參與，成為馬克龍嘅重要顧問同支持者。佢出身於一個巧克力製造商家庭，喺結婚前係一位資深教師，擁有法國文學碩士學位。佢喺巴黎嘅一間高中任教多年，培養咗唔少學生對文學嘅熱愛。結婚後，佢放棄咗教學工作，全力支持丈夫嘅政治事業。喺埃利社工，佢積極推動教育改革，同埋關注兒童權利同醫院改善等議題。佢嘅風格優雅、低調但有力，經常着住法國設計師嘅服裝，展現法國時尚嘅魅力。但係呢對夫妻嘅故事唔止浪漫一面，亦有陰暗嘅陰影。從2017年開始，有一啲傳聞開始喺網上流傳，聲稱布麗基特嘅身份有問題。呢啲傳聞最初出現喺極右翼網站，後嚟被陰謀論者放大。據可靠來源顯示，呢個謠言嘅起源可以追溯到一篇匿名文章，質疑布麗基特嘅過去。喺2021年尾，兩個法國人，一位自稱靈媒嘅阿曼迪娜羅伊，同一位自稱調查記者嘅娜塔莎雷伊，喺 YouTube 發佈咗一段長達4小時嘅影片，宣稱進行咗深入調查，指布麗基特出生時係男性，原名係佢哥哥讓米歇爾特羅尼厄，後嚟變性成為女性。呢個講法完全缺乏證據，純粹基於照片分析、姿勢解讀同埋空白推測。
例如佢哋聲稱布麗基特嘅下巴形狀同走路方式有男性特質，又指早年照片稀少係因為隱瞞真相。但係事實上，讓米歇爾特羅尼厄係布麗基特嘅親哥哥，目前80歲，住喺法國北部，健在並且公開露面。呢一個傳聞迅速喺社交媒體擴散，尤其喺反疫苗群組、QAnon 圈子同極右派中流行。喺2024年，美國右翼網紅坎迪斯·歐文斯喺佢嘅 podcast 成為布麗基特系列中大力推廣呢一個說法，聲稱要賭上職業聲譽，證明呢係事實。佢喺8集節目中重複呢啲指控，甚至編造咗一啲關於變性手術醫生意外死亡嘅故事。但呢啲內容完全虛構，醫生嘅名字係捏造㗎，相關醫院冇任何記錄。歐文斯嘅行為引發咗馬克龍夫婦喺美國提起誹謗訴訟，律師表示會提供童年照片、出生證明同科學證據反駁。喺2025年，法國巴黎上訴法院審理咗相關案件。雖然一度因善意錯誤推翻咗部分判決，但最終喺2026年1月，10人被判網路霸凌罪成立，每人需支付罰款同賠償。為咗理解呢一類傳聞嘅成因，我哋可以從心理角度分析。呢一種所謂 transvestigation， 即係針對知名女性嘅跨性別陰謀論，往往源於對權力女性嘅恐懼同偏見。心理學家指出，呢一類謠言係一種貶低機制，用嚟削弱女性領導者嘅合法性。譬如布麗基特作為第一夫人，佢嘅影響力令一啲人不安，於是用性別質疑嚟攻擊。網絡放大效應亦係關鍵，算法會推播聳動內容，令人喺回音室中強化信念。研究顯示，陰謀論者往往有低信任度同高焦慮特質，佢哋將複雜世界簡化為隱蔽陰謀，以獲得控制感。但呢一類行為對受害者造成嚴重心理傷害。布麗基特嘅女蒂法尼奧茲耶爾喺法庭上表示，呢一啲謠言令母親健康惡化，家庭飽受壓力。類似事件唔止發生喺布麗基特身上。回顧歷史，美國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亦都遭受過相同攻擊。喺2008年選舉期間，有傳聞指佢係男性，基於照片解讀同種族偏見。呢一個謠言喺極右圈流傳多年，甚至影響咗政治論述。2016年，米歇爾喺回憶錄中提及呢一類攻擊如何傷害佢嘅家庭，強調事實查證嘅重要性。另一個例子係美國副總統卡馬拉哈里斯喺2020年選戰中，有人質疑佢嘅性別，同樣缺乏證據，但被用嚟分散選民注意力。甚至流行文化人物如 Lady Gaga 亦都曾經被指係變性人。呢一類謠言往往混雜反 LGBTQ 加情緒同政治動機。舊事重提，米歇爾嘅案例顯示，呢一類傳聞唔止停留喺網上，仲會滲透主流媒體，影響公眾觀感。喺法國，呢個傳聞嘅傳播亦反映咗疫情期間對政客嘅不信任高峰。2021年，法國正處於封鎖期，人們喺家上網時間增加，陰謀論如野火般蔓延。研究機構指出，呢類假新聞嘅危險在於侵蝕社會凝聚力，令人對機構失去信心。馬克龍政府曾經推動反假新聞法，但係面對跨境傳播，挑戰依然存在。布麗基特嘅哥哥讓米歇爾亦都成為受害者，佢喺訴訟中獲得賠償，但強調呢一類指控係對家庭隱私嘅侵犯。總結嚟講，馬克龍夫婦嘅故事係一段超越常規嘅愛情，但亦暴露咗社會對非傳統關係嘅偏見。呢一類傳聞雖然荒說，但背後嘅心理機制同社會影響值得深思。我哋作為觀察者，應該堅持事實，拒絕盲信。感謝大家收睇人類觀察課，下次再見。人類觀察課為你帶嚟唔同嘅人類故事，分析人類種種嘅不同心理面貌，觀察人類不為人知嘅陰暗面。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嘅頻道，記得俾 like、分享、留言。
當然仲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下期節目再見，拜拜。